今年初嘉义的大埔地震哦，台南的山区灾情是真严重，已经10个月啊。台南的南西图书馆是个还未整理，公有市场嘛还未停掉。有民众就真怨叹讲，中间的进度真慢。市政府是表示讲，有真侪工程拢已经在进行啊。白石外观加上5岁10色彩绘，伫这栋建筑物顶悬。这栋台南南西图书馆自1月21日大埔地震影响，重创台南山区这卡刀已经10个月啊。在地民众反映，图书馆到今拢休馆，根本无任何动静。加上外观也是内底建筑会当看到壁损，因希望赶紧处理，莫搁钱造成乡亲无利便。南西公所讲，当咧招标会赶紧恢复好势。上班啊，要不然等足久啊啦。对啊，等有够久啊。大家拢喊声讲较紧，爱较紧的就对了。对啊，啊无看到这套路用。图书馆伫旧年的时阵，因为有申请要咧耐震，拄着地震着安全问题，所以阮阁有另外申请经费，时间上有较慢一点啊。不过阮即摆嘛咧上网咧招标啊。另外一边，南西公有市场嘛受灾损影响，即卖当咧拆除作业。虽然当时市府说暂时安排番仔摆档的所在，不过在地乡亲认为临时市场选择少，拢散散卖。那番仔怨叹2大公家一个货柜厝，这空间有影矮，有番仔转去北大牌地书市场散去，敢若有15担伫遮，业绩平应过6-4成。这拢散钱哦，乡唔知影找要去对比。住在外面的人，他们那边就是有水果、菜、鸡肉、猪肉那些，走那边就不走我们这个货柜屋这里，所以我们这边影响比他们大。我在进行旧市场的一个拆除工程，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完成。同步，市府也在推动相关新市场的一个外要设计的部分，先加速我们整体市场的建设开发，创造特色市场。市府表示，南西市场按算明年第2季进前会进行兴建工程，后续相关单位卖来开说明会，有明代呼吁市府动作要较紧嘞。市府是强调，在后中间牵涉到安全评估、设计参预算听书，因为并说让山区公共设施恢复正常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